继续来看台中有诈骗集团用区长的名义，透过赖的群组，甲里长骗钱，一个人要共骗30万。讲台中29个行政区有21个区长的姓名，拢去互偷用去。一个给我说，最近工作辛苦吗？台中市小里长收到讲，家己是区长临续会通知，唔是要讨论乡里的代志，是要请伊到三港汇30万给长官。我有件私事，委托长官帮忙处理好了，送点礼给长官。有里长感觉真奇，无解插，不过有别的里长真正去领钱，准备要汇款。对方阁讲爱增加到88万，互里长感觉无对同。打电话去问，才有区长发现有人用家己名义伫咧共骗钱。里长打电话问我说，我在赖请他汇款的这件事情，我跟里长讲说没有，绝对没有请你汇款，他盗用这张照片，然后创一个赖的假账号。新社区长讲，上少4个里长收到这个消息，一通报民政局了后，才发现原来唔有家己名红偷用。29个行政区内底有21个区长拢拄到同款的代志。我换这个私人工作赖了，多位的里长都跟我反映，那还好，这些里长其实警觉性也够。西屯区长陈宝云讲，伊嘛接到里长的汇报，讲有人用伊的名含相片要借钱，赶紧靠民政局。马警报警。本市的区长的赖遭诈欺集团冒用，那刑大目前已成立专案小组。民政局讲，加在即马又未传出里长真正哄骗，嘛强调私底下摕钱互长官处理代志是非法的行为。若是有里长收到同款的电子批，莫甲伊插就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